好，我哋今日做2021年 Paper 2A 第8題，咁係做合夥嘅。咁第一步啦，畫線先。然後第二步睇額外資料，提用利息5%，分別提用咗咁多錢，咁佢俾個日期你就通常有伏嘅，俾個日期你就係想你數月份，咁所以乘5%再乘以1年5%，咁5月1號到12月31號係幾多個月？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8個月。2019年11月1號到12月31號係幾多個月？11月、12月2個月。咁所以佢哋嘅提用利息分別就係等於5000蚊同埋800蚊。下面第二個資料，資本利息按每年6% 計算，即係呢兩個資本帳乘以6% 嘅利息，就等於48000同埋18000。第三，從胡軍借入貸款的利息，胡軍的貸款呢度10%。7月1號借嘅，咁所以我哋都要數返啦。呢個係每年，咁4萬乘以10%，再乘以數月份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6個月，咁應該會等於2000。完成。好，睇完資料之後，我哋睇下作業要求就係做往來帳。做往來帳就一定會配埋嗰個分配表嘅，咁所以一次過開兩樣嘢啦。咁我哋開始嘅話，做咗個分配帳先啦，因為做完分配帳就可以將啲資料一次過抄上往來帳嗰度。咁一開始應該係本年度淨利先。咁應該會揾到本年度淨利呢，就係90000啊。咁如果你就咁寫90000呢，咁就錯啦。點解呢？我哋頭先喺下面啦睇咗3個資料啦。咁提用利息係寫喺分配帳啦，資本利息都寫喺分配帳啦。咁但係呢一個貸款利息係屬於費用嚟嘅。咁費用就應該係淨利嗰度減咗佢嘅，咁所以呢度記唔記得2000蚊？我哋係應該呢度減咗佢嘅，所以我哋真正嘅淨利係88000。然後就係加提用利息減資本利息，同埋減合夥人薪金。咁呢題冇合夥人薪金啦，咁就唔使啦。提用利息，黃軍、胡軍，我哋分別計咗係5000同埋800蚊，5800加埋佢應該係93800。資本利息兩位都有嘅，資本利息黃軍、胡軍分別係用咗剔嘴先，48000同18000，48000、18000，total 加埋係66000，相減27800。然後唔好唔記得，我哋要將佢分配下，咁就利潤分配。黃軍、胡軍，佢哋係點分配嘅呢？平均即係1/2同埋1/2，咁就將27800乘以，就分別13900、13900、27800啦。好，搞掂呢一個分配帳呢，我哋就可以將啲資料一次過抄上去啦。
往內將依邊係加，依邊係減，咁所以我哋見到黃軍係有一個正數嘅往內嘅13200，咁寫咗先。承上結餘，胡軍一個正一個負啊，然後正你用咗啦，冇用嘅我哋就應該落分配帳啦。右邊分配帳戶會令到我哋合夥人多咗錢嘅係資本利息，可以抄返下面先。資本利息分別係48000同埋18000，仲有啲咩令到我哋合夥人多咗錢㗎？利潤分配啦，分配咗13900。咁有咩令我哋合夥人少咗錢嘅？就係提用利息，利息分別係5000蚊同埋800蚊。然後我哋就可以做結餘轉客啦。應該會係依一邊大啲，1939001939000減5000就會係1889000嘅結餘轉客，而另一邊呢度應該係1478000減18000減13900就會係11590014780。搞掂 Part A， 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咯喎。佢話有個新嘅人周軍想加入嚟，安排就如下：辦公室設備重估字放翻大先。辦公室設備重估字100500，咁即係加咗幾多錢？100500減辦公室設備890000等於115000。OK， 所以呢個要加11500先會等於100500。作出外帳準備2%，外帳準備等於應收乘以2%，所以外帳準備係6300，呢個係多咗，然後外帳準備都多咗，商譽計值為160000，咁我哋要知道個比例先可以做嘅 ，hold 住先。周軍注入一件價值咁多嘅辦公室設備，咁一陣間要加資本啦，資本會多咗，然後佢支票再額外資金，所以一陣間會再多咗個銀行存款。使其資本帳結餘為400000嘅意思係佢嘅轉客。OK， 結餘為幾多？亦都即係佢嘅轉客要係呢個數。佢哋新嘅比率係3:3:2，咁就即係3/8同2/8。新合夥冇提用利息，冇資本利息。OK。咁我哋知道個比率之後，我哋可以順便做埋個商譽先啦。新嘅商譽分別有3個人：黃、胡、周。3/8、3/8同2/8，分別乘翻1600000呢個數，你應該會得到60000、60000同埋400000嘅。咁然後再乘翻個舊嘅出嚟先，舊嘅得2個人嘅啫，得黃同胡啦。然後佢哋係平均分配嘅，所以你應該會得到80000同埋80000。所有資料齊全，開工。
題目話做一個資本帳，但係你知道啦，一定唔單止因為你有重估嘅事發生啊嘛，所以再開多個重估。咁我哋要做資本帳之前就做咗重估先，就可以一次過抄晒啲資料落去啦。重估分別有2樣嘢重估過啦。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嘅辦公室設備上升咗115,000，係咪？咁資產上升寫右邊150,000，記住係想上升咗嗰個數，而唔係寫新嘅價值。然後第二樣嘢係寫佢嗰個外帳，呢度仲有個上升，外帳都上升咗6300，外帳上升寫左邊6300，而我哋就可以去花咗佢啦。咁就應該會揾到佢係資本。重估利潤，皇軍、胡軍分別係543505435。好，咁我哋搞掂重估就可以落資本啦。資本第一樣嘢，我哋做咗嗰個乘上先。資本嘅乘上係依邊加依邊減，而乘上結餘00，抄咗2個乘上落去先。第二樣要做嘅嘢就係你依度重估嘅利潤搬落去，抄落去呢個係。然後雙餘，我哋計咗新嘅同舊嘅係咪？左新右舊，所以左右都要寫雙餘。咁你就寫新嘅數0，右舊寫舊嘅雙餘000，搞掂呢個資料度，再落一個佢注入咗一件辦公室設備，會令到你資本多咗係咪？所以都寫加嗰邊。邊個注入嘅周均，所以寫周均嗰度150,000。佢仲加入咗銀行存款啦，銀行唔知係幾錢啊？而佢期資本帳結餘會係400,000嘅。咁如果我哋要資本係正數嘅話，佢嘅轉下應該會喺我哋嘅左邊，即係佢對落嘅位置。咁就結餘轉下，結餘為400,000，咁應該會係440,000啦。咁我哋嘅銀行存款440,000減150,000，我哋就可以揾到銀行存款係129,000啦。可以。咁皇軍同胡軍就做正常嘅做法啦。呢度加落嚟係934350，934350減60000蚊就等於874,350。呢邊胡軍係434,350，434,350減60000蚊就係374,350。搞掂。咁最尾 part C 咧就係問你新合夥人加入嘅時候點解要做重估呢？咁原因就係重估可以反映到資產嘅公允價值啦，同埋而家嘅合夥人係應該喺新人入嚟之前分享咗啲淨資產，同埋知道暫時我哋嘅結餘係幾多嘅，即係喺人哋加入之前我哋嘅結餘係幾多嘅咁。